一個俾雅馬哈用太老做理由踢走嘅34歲車手，轉頭揸住一架成立唔夠2年嘅中國品牌賽車，半年攞咗6個分站冠軍。呢個唔係爽文，呢個係2026年真實發生喺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賽場上面嘅事。但你仔細諗過，未一個正在衝擊世界年度總冠軍嘅職業車手，喺賽季最緊張嘅8、9月份，所有車隊都喺度準備收官戰嘅時候，佢一個人飛咗9000公里去中國，由南昌去上海，再去杭州，再去成都4個城市跑勻晒，見車迷、見恩師、見老細，全程免費開放，嚟者不拒。佢到底為乜俾我幾分鐘從頭同你捋一次？呢趟中國行背後收埋嘅故事，比起你喺賽道見到嘅嗰個橋頭起步精彩得多。先俾你個畫面。2026年8月15號下晝，成都天府國際賽道，瓦倫丁德比斯跨上嗰架820 RRRRS 戰車扭油門，衝出維修區頭轆，喺起步嗰一下就離開咗地面2波3波，大油門車頭高高揚起，看台上面幾百部手機同時舉晒起嚟，歡呼聲震到成條賽道都喺度震。有現場車迷後來出帖話，嗰一刻成個人嘅血都滾晒一個世界冠軍嘅橋頭。對中國車迷嚟講，曾經只係屏幕入面嘅畫面，但8月15號呢日，佢真實發生喺成都嘅賽道上面，發生喺離自己唔夠100米嘅距離之內。呢個唔係正式比賽，呢個只係一個世界冠軍喺賽季中間抽2日時間，飛過中國西南一條賽道，為車迷跑咗2圈巡遊。但就係呢一2圈，令現場幾千人嘅情緒直接推上頂點。德比斯1992年出世，喺法國阿爾比，11歲開始揸電單車，16歲就攞咗法國125cc 全國冠軍。如果你以為佢係嗰種由細到大順風順水嘅天才就錯啦。佢自己話：我唔係天賦型選手10幾年嘅職業生涯。佢先後換過6支車隊，揸過本田、雅馬哈、杜卡迪呢啲頂級大廠嘅賽車。2023年到2024賽季，佢為雅馬哈穩定貢獻咗14次頒獎台，其中2024年單賽季就有7次年度積分榜排第4。呢個成績擺喺任何一支車隊都應該係一份續約合同嘅底氣，但現實唔係咁寫嘅。2025年深秋，雅馬哈車隊通知33歲嘅瓦倫丁德比斯，你份合同唔再續約，理由得4個字：年齡偏大。33歲對於一個電單車手嚟講，退役嘅倒數已經開始。德比斯嘅年收入跌到9000歐元，佢已經認真考慮過退役，返老家揾間電單車維修鋪，靜靜雞咁結束一切。一個喺頂級賽事跑咗10幾年，啱啱攞完年度第4嘅車手，一夜之間變成賽道流浪漢。嗰個冬天，德比斯將自己鎖喺法國嘅屋企，幾乎切斷晒同賽車圈嘅所有聯繫。佢唔睇比賽重播，唔覆行家消息，連電單車雜誌都唔想揭。佢話嗰個係佢人生最漫長嘅冬天，唔係季節上嘅長，係心理上嘅長，長到見唔到盡頭。然後一封電郵由中國重慶寄嚟，電郵入面冇太多客套說話，只得一份合同草案同一個簡單嘅邀請過中國。睇下德比斯，後嚟話佢望住個屏幕望咗好耐，唔係因為猶豫，而係嗰封電郵入面有一句說話令佢重新開始相信。嗰句說話係：我哋需要嘅唔係後生仔，係需要贏嘅人。但故事嘅另一條線喺同一時間，地球嘅另一端正加速運轉。一個叫張雪嘅人，湖南懷化麻楊苗做自然一個偏遠山村出嚟嘅細路，1987年出世。14歲嗰年，佢放棄學業，入咗一間電單車維修鋪做學徒。一個初中都未讀完嘅少年，日日踎喺維修鋪拆引擎、換輪胎、扭螺絲，嗰啲功夫又污糟又攰，但佢從來唔覺得苦，因為佢心裏面收埋一個夢，做出全世界最好嘅電單車。佢嗰陣住嘅屋連個似樣嘅窗都冇，冬天透風，夏天漏水，但佢枕頭底永遠壓住一本翻到爛晒嘅電單車構造圖解，嗰啲圖紙俾佢用鉛筆畫完又畫，畫到紙都起毛邊。佢後嚟回憶話，嗰陣最大嘅奢侈就係儲夠錢買一本新嘅電單車雜誌。為咗一個渺茫嘅機會，佢曾經追住湖南衛視晚間節目組冒雨踩咗100幾公里。19歲，為咗俾一支職業車隊睇中，佢硬係追住節目組駕車跑咗咁遠。嗰個畫面你可以想象下，一個瘦削嘅山村少年揸住一架爛鬼電單車喺雨入面追一架電視台嘅車。
佢嘴入面嗌緊乜？大概就係俾我試下，俾我個機會之類嘅話。2006年19歲嘅張雪袋住2萬蚊人民幣去咗重慶，2萬蚊喺重慶租間屋，交完按金就所剩無幾。佢開始自己改電單車賣，一架一架咁改，一架一架咁賣住過4面透風嘅寮棚，同細妹逼埋一齊。最困難嘅時候，連續幾年靠借錢過活。2017年，佢同人夾份創立咗海悅機車大車隊，跑過達克爾拉力賽。2024年，因為理念分歧，佢由自己聯合創立嘅公司淨身出戶。37歲重新開始離開嘅時候，佢冇帶走一架車一個零件。佢喺接受訪問嗰陣講過一句說話：我行過嗰陣乜都冇攞，因為嗰啲嘢唔係我一個人嘅。2024年4月，張雪機車正式創立，實約建成第一條生產柳垂線，實約撒先第一部電單車。阿玲阿胡年片牌首個運淨銷售年度全年銷量突破萬5000部，總產值7億5000萬人民幣，研發投入接近7000萬。喺全國電單車品牌入面排第8一個14歲輟學嘅維修學徒，到世界頂級電單車賽事嘅頒獎台。呢條路張雪行咗整整20年，品牌成立唔夠2年。急需一個能夠企上 WSBK 頒獎台嘅車手去打響國際明星。張雪俾咗德比斯一份合同，全年職位固定年薪，專屬工程師，退役之後仲可以過中國做試車員，14萬歐元年薪，由9000到14萬，翻咗15倍。合同簽到2028年。德比斯後嚟接受訪問，講咗一段好實在嘅說話：最難得嘅係車隊願意聽車手嘅實戰反饋，容許車手深度參與賽車調校。呢種模式喺歐洲傳統車隊入面幾乎冇可能實現。佢話初次接觸嗰陣，自己都未正式試車，就提咗幾項調整建議，僅僅1個星期優化後嘅部件就完成生產裝車，適配效果非常理想。1個星期喺歐洲傳統車隊一個調整建議由提出到落實，按月計數都算快。張雪機車用1個星期就搞掂。德比斯話，同以往合作過嘅海外廠商相比，張雪機車具有以非常快速嘅方式開發和改變產品嘅能力，能夠同願意快速推進研發嘅製造商合作，對衝擊賽事成績幫助好大。但真正令德比斯下定決心加盟嘅係另一件事。佢喺後嚟嘅訪問話，當佢調研呢支車隊實地睇過車之後，堅信呢個品牌具備奪冠實力。但更關鍵嘅係張雪嘅一句說話，嗰句說話具體係乜？佢冇細講。但佢用咗我必須加入呢個詞，一個被全歐洲放棄嘅人，喺一個成立唔夠2年嘅中國品牌嗰度聽到佢10幾年職業生涯最想聽嘅一句說話。跟住落嚟嘅事，將成個故事推向另一個交道。2026年3月，葡萄牙阿爾加維國際賽道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中量級組別第1回合正賽。一部編號53塗裝紅白藍3色嘅中國機車衝過終點線，德比斯駕駛張雪機車820 RRRS 賽車以領先第2名接近4秒嘅壓倒性優勢率先衝過終點。第2日第2回合再下一城，週末雙冠。呢個係中國電單車製造商喺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上面嘅歷史性首冠，打破咗歐美日品牌對呢個組別長達幾十年嘅壟斷。2026年5月，匈牙利站德比斯喺最後一圈上演精彩逆轉，一舉超越前2位車手奪得冠軍。第2日第2回合正賽再下一城，包攬2回合冠軍賽季第3冠。2026年5月，捷克站德比斯贏咗一場激烈前鬥，再次包攬2回合冠軍賽季第5冠。賽後佢拒絕其他車隊挖角，宣布續約至2028年。有歐洲媒體喺報道入面寫咗一句好有趣嘅話：一個法國人決定將未來交俾一部中國車。呢句說話本身冇立場，但讀起嚟有陣講唔出嘅味道。2026年6月，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站德比斯以第3位起步，喺最後一圈極限反超最後一個彎完成絕殺，賽季第6冠10場比賽6個分站冠軍。賽季至今，德比斯喺車手積分榜穩居第2，張雪機車喺製造商積分榜排第3，一個被老東家嫌棄太老嘅人揸住一部中國車，將雅馬哈、杜卡迪呢啲老牌巨頭甩喺身後。
賽季上半程6冠，呢個數字超過咗佢之前12年職業生涯嘅總和。講到呢度，我一定要停低問你一個問題：歐洲車隊寧願放棄一個能夠贏比賽嘅人，都要維持所謂嘅青訓體系。2024賽季年度第47次頒獎台嘅人，因為33歲就俾人揼低，佢哋到底係培養後生仔，定係浪費能夠奪冠嘅人？評論區傾下你嘅睇法。好啦，有咗呢個背景，你再回頭睇德比斯嘅中國行，好多嘢就講得通。2026年8月11號，德比斯發布抖音短視頻配文：家人們，我終於來路，官宣拱首次中國行。呢條片上架後迅速引爆關注，點讚超過50萬，評論3萬條，但爭議嚟得比熱度更快。呢次中國行嘅公開行程一共4日，由8月12號到15號，先後去南昌、上海、杭州、成都4個城市。成個行程由 B 站全權出資主辦，屬於車手個人商業活動。問題出喺呢4個城市入面冇重慶，張雪機車總部喺重慶，張雪喺重慶消息一出，網上炸晒，各種猜測滿天飛。走紅咗就唔認人忘本，疏遠老東家，有媒體甚至用另立門戶。呢類標題更火上加油嘅係8月10號上海 Bilibili World 活動上面，德比斯揸嘅係一架 B 站主題塗裝嘅賽車，唔係嗰架幫佢攞冠軍嘅820 RRRS。現場宣傳物料入面，張雪機車嘅品牌標誌被移除。3日時間，德比斯跌咗幾萬粉絲。一個靠中國品牌重返巔峰嘅人，第一次嚟中國行程入面就冇品牌總部所在嘅城市。呢件事喺社交媒體上面被反覆放大、反覆解讀，但德比斯由頭到尾就一句：我一定會見張雪，當面多謝。8月12號南昌中國行首站，德比斯坐車抵達活動場地，落車時一路笑晒口，紅毯兩邊鑼鼓喧天，舞獅相伴。佢捧住粉絲遞上嚟嘅鮮花，不斷向圍觀人群揮手。室內問答環節，有記者問佢第一次嚟中國想對車友們講乜？德比斯透過翻譯回應：自從加入張雪機車攞到首場分站勝利之後，佢非常多謝中國粉絲嘅陪伴，呢個激勵佢喺之後嘅比賽更加努力。現場坐滿咗由全國各地趕嚟嘅騎行愛好者、自媒體博主。德比斯講咗一句：我冇諗過會有咁多人嚟呢度。你哋肯嚟，我覺得非常幸運。有粉絲用咗足足1個月手工創作咗一幅機車沙畫送俾佢。德比斯接過呢份禮物時反覆翻睇，一再道謝。貴州嘅楊先生訂咗張雪機車820賽道版，專程坐高鐵趕嚟南昌。佢帶咗由自己部電單車拆落嚟嘅郵箱罩，請德比斯簽名。事後佢話真人親切隨和，冇距離感。8月13號上海 B 站總部掃樓， B 站汽車區官方賬號全程直播。德比斯上線傾 WSBK 賽場啲嘢，線上預約量突破15萬，開播後在線人數持續保持喺10萬以上。一個法國車手嘅直播喺中國一個視頻平台上面10萬人同時在線。呢個數字擺喺任何一個體育明星嘅線上活動入面都唔算低。佢驗證咗一件事：德比斯喺中國嘅影響力唔係靠一場比賽或者一個冠軍突然堆出嚟，而係建立喺持續嘅內容輸出同主動嘅文化融入之上。佢學中文喺社交賬號上面用中文語境同粉絲交流。匈牙利站奪冠後主動展示中國元素，呢啲細節累積起嚟嘅信任感，比任何單次數據都更加解釋到點解一個法國車手嘅直播可以吸引10萬人同時在線。8月14號杭州，呢個係德比斯首場中國車友見面會，亦係成條情感線索上最關鍵嘅一站。因為呢一日佢見到一個人，牙哥張繼聲。牙哥係邊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電單車職業車手生涯，全國越野電單車錦標賽冠軍，深耕機車維修20幾年。更重要嘅係佢係當年出資8萬蚊支持張雪創業嘅引路人，張雪機車嘅老師傅，張雪呢世最敬重嘅人之一。德比斯同牙哥之前喺線上隔空約戰，早已係全網熱議嘅焦點。8月14號上晝，兩人終於在線下碰面，見面會互動環節。主辦方安排咗一場趣味技術切磋目測零跑拉法5車場，牙哥報4.5米，德比斯報5.3米。工作人員用專業儀器複測實測4.49米，牙哥只差10毫米。
牙哥憑肉眼估算車身長度，實測偏差得10毫米硬核功底經驗全場。德比斯輸咗，但佢輸得好開心。牙哥對住鏡頭講咗一句：我哋3個都好同頻，只要唔放棄想做嘅嘢，一定會成功。呢句入面嘅3個就係牙哥、張雪、德比斯，一個從業30年嘅老師傅，一個由山村行出嚟嘅創意者，一個被歐洲拋棄嘅法國車手。3個人唔同國籍、唔同年齡、唔同背景，但同頻呢個詞用得太準。佢哋都做過同一件事，喺最唔被睇好嘅時候冇放手。晏晝一行人轉到杭州長河老街嘅群樂飯店。呢間店1983年開張，到而家43年歷史，由蕭山農家菜一路做到杭州本地名館。店長得知德比斯食齋，特意準備咗幾道菜，一道係佢喺法國成日食嘅果蔬沙律，一道係杭州夏末應節嘅桂花蓮藕，一道係茉莉花煮水入蘭州10年星鮮百合。記者後來記錄咗一個細節：德比斯坐低後冇等刀叉，服務員擺上筷子，佢就揸起動作唔算熟練，揸得偏上夾，桂花蓮藕時藕片滑咗2次先至夾穩，送入嘴。嚼完豎起拇指，隔離有人遞叉俾佢，佢搖頭笑住話：用呢個一餐飯都冇換過，一個法國人第一次嚟中國。筷子用唔算熟練，但堅決唔換。你話呢個係刻意討好？我覺得唔係，呢個係一個喺最低谷俾人拉咗一把嘅人，用佢自己嘅方式表達我尊重你哋嘅文化。我認真對待呢段關係。席間2人仲以茶代酒，討論起後輩敬酒要低啲嘅中國習俗。德比斯喺中國學會嘅第一句中文唔係你好，唔係多謝，而係好嘅教佢呢2個字嘅，唔係翻譯，唔係主持人。就係牙哥8月15號成都壓軸大戲，下晝2點半，德比斯出現喺天府國際賽道接待中心，同熱情簇擁嘅車迷互動交流。隨後佢按捺唔住內心嘅興奮，騎上電單車上賽道飛馳2圈體驗。嗰個翹頭起步就係喺呢個時刻發生。跑完2圈，德比斯除低頭盔向看台揮手致意，觀眾席瞬間爆發出熱烈嘅歡呼同掌聲。落咗賽道，佢難掩興奮。呢條賽道非常正，地形完美走線，佈局非常出色，揸起上嚟好過癮。作為中國西南唯一同時獲得國際汽聯2級同國際摩托車運動聯合會亞洲區雙認證嘅賽道，天府國際賽道嘅硬件水準令呢位國際冠軍讚不絕口。德比斯嘅原話係：呢條賽道同周邊嘅皮圖士士留低咗極其深刻嘅印象俾我，佢完全具備承辦世界級錦標賽嘅實力。除咗個別安全細節可能要做1-2個微調之外，整體線路佈局非常有趣，瀝青鋪設亦都非常完美。我真係好想喺呢度跑多幾圈，盡情享受。一個跑勻世界各大賽道嘅6冠王講出呢種話，份量你自己品。佢緊接着補多句，自己一直向賽事組織方建議，同推動喺中國舉辦 WSSP 或 WSBK 比賽。中國擁有龐大又熱情嘅車迷群體，應該順應呢股熱潮。雖然決定權唔喺佢手上，但會盡最大努力去呼籲。我發自內心期望明年就可以落地中國分站。就算明年做唔到，我都有十足信心2年內一定實現得到。但嗰日最值得細味嘅事發生喺賽道之外。喺接受媒體訪問時，德比斯俾中國品牌提咗一個建議。佢話中國品牌目前嘅研發同迭代速度非常快，但喺經歷快速爆發期之後，有時適當慢落嚟反而係好事。與其頻繁更換同改動賽車，不如徹底食透現有賽車嘅優缺點，打好基礎再行下一步，先充分評估再穩步前進，先至可以喺國際市場上面保持長久嘅競爭力。一個靠中國品牌重返巔峰嘅人，冇一味講好說話，而係俾出咁中肯嘅建議。尤其喺一個所有人引導不停強調速度效率彎道超車嘅市場入面，一個用成績證明中國賽車可以贏嘅冠軍車手，反而提醒品牌要慢啲。佢講得已經好委婉，但你應該聽得出佢講緊乜。歐洲傳統車隊唔缺錢唔缺體系，但佢哋嘅慢係僵化嘅慢。中國品牌嘅快係野蠻生長嘅快，兩個極端。如果能夠揾到嗰個中間地帶呢？你覺得中國品牌應該點做？評論區傾下你嘅諗法。8月15號當日仲有一件大事，德比斯同張雪正式同台碰面。所有網絡上嘅猜忌喺嗰個握手嘅畫面入面不攻自破，2人毫無生疏隔閡，近距離輕鬆交流，真誠握手合照，
張雪親臨現場全程觀賽，親眼見證自家國產賽車搭載世界冠軍馳騁國內賽道。德比斯喺成都站確認結束成都行程後，佢會喺第二日前往重慶，喺嗰度越野摩托車賽道搞活動，同張雪一齊體驗越野騎行。8月16號，重慶一條越野賽道上面，德比斯跨坐喺一架越野摩托車上面，身邊企住張雪，兩人冇握手寒暄，冇品牌背景板，冇媒體長槍短炮。德比斯扭咗扭油門，引擎咆哮聲喺空曠嘅賽道上面炸開。呢個係兩人首次喺中國見面攬住嗰陣，張雪激動到成個人跳起。當日德比斯着上紅色賽車服，完成咗國內越野首秀，張雪喺現場做總指揮。當日仲有一個溫暖嘅細節，張雪嘅太太星姐喺社交媒體上面晒出同德嫂德比斯嘅太太傑西卡喺重慶遊玩嘅影片。兩個家庭喺呢個瞬間完成咗第一次交集，由繞過重慶嘅質疑到專程見面嘅兌現。德比斯用行動證明咗一個職業車手嘅誠信同感恩。講到呢度，我仲要話你知一件事，德比斯今次過中國唔係一個人嚟。佢女友傑西卡都一齊嚟咗。傑西卡係邊個？2023年喺德比斯人生最拱璧嘅階段，佢加入張雪機車車隊做協調員，負責物流、貴賓接待同媒體相關工作。正正透過呢層連結，德比斯先至同呢支中國品牌車隊產生深度，綁定喺德比斯中國行嘅互動現場。當所有記者都圍住德比斯嘅時候，有人喺角落發現咗一位靜靜欣賞佢相片嘅女性，行近一睇就係傑西卡。佢同記者講非常喜歡中國美食，佢哋非常美味。尋日我食咗魚凍，我中意佢。德比斯喺杭州嘅訪問入面都講過一段話，俾好多人忽略咗。佢話以前喺法國電視上面見到嘅講法，同親眼睇到嘅完全唔一樣。呢度嘅城市好乾淨，人們生活得自在開心。德比斯仲專門講到中國後生車手，佢原話係中國後生車手擁有得天獨厚嘅機會。中國有天府國際賽道呢類頂尖嘅專業場地，仲有眾多本土摩托廠商願意扶持本土車手。呢個判斷由一名法國車手嘴入面講出嚟，比國內從業者自己講更加有穿透力。佢話：我認為年輕嘅中國車手會有更多機會成長為優秀嘅騎手。因為中國有好嘅設施同本土製造，法國冇自己嘅本土品牌，就表示我必須說服其他國家品牌去揀我必須攞第一先至會被揀。中國正快速製造好車，但培養一個車手需要更多時間。我希望你哋可以保持足夠耐性，讓後生車手得到更好嘅成長，將來成為世界冠軍。佢仲話：如果我係年輕嘅中國車手，我會幹勁十足，想登頂就需要沉落心，相信過程，比別人進行更多訓練，也比別人更篤定堅持。德比斯自己就係呢句說話最好嘅證明。佢坦言自己唔係天賦型選手，同嗰啲極具天賦嘅選手唔同。我花咗非常多時間去一步步提升能力，我始終保持耐性，而呢份堅持終於收集到回報。佢用自己嘅經歷總結咗一句：我身邊有天賦出眾嘅朋友，但我冇呢份天賦，只能耗費數年時間打磨能力。而家所有堅持都有咗回報。事實上，扶持後生車手一早係德比斯嘅習慣。法國小將雷米桑胡安就係佢贊助嘅車手。佢回憶話，認識雷米嗰陣，對方正為參加青年賽事四圍奔走，拉贊助唔肯放棄。呢份主動嘅闖勁令性格偏內向嘅佢格外佩服。於是佢自掏腰包提供資金支持，仲幫對方拍宣傳片提升曝光率。我就係曾意分享經驗，幫一把呢啲我曾意嘅細路，唔分國籍。傾起同張雪機車合作最深嘅感受，德比斯最先提到嘅係效率。佢話同以往合作過嘅海外廠商相比，張雪機車具有以非常快速嘅方式開發同改變產品嘅能力，但德比斯都俾出一個看似矛盾嘅建議：慢落嚟。快係張雪機車嘅優勢，慢係德比斯俾中國品牌嘅忠告。呢兩個詞擺埋一齊，恰恰揭示咗德比斯真正嘅價值。佢唔單止係張雪機車嘅冠軍車手，更係一個真正睇得明中國摩托車產業現狀嘅人。佢知道中國品牌跑得有幾快，因為佢每日都感受緊呢種速度。佢亦都知道跑得太快會錯過啲乜，因為佢見過歐洲品牌點樣一步行到今日，能夠同時講出你哋好快同你哋可以慢少少嘅人。
先至係真正在乎呢個品牌未來嘅人。返到中國摩托車產業嘅宏觀視角，中國摩托車商會數據顯示，2026年1到2月，中國摩托車總銷量達3356500架，同比增長12.15%。其中燃油摩托車仍係消費主力，銷量達2943100架，佔比87.68%。同時，中國摩托車整車出口都保持強勁增長態勢，但外熱唔等於內熱。中國摩托車產業內部正經歷深刻嘅結構性調整，點樣喺銷量增長嘅同時提升品牌價值？點樣喺擴大規模嘅同時夯實技術根基？呢啲問題比單純嘅數字增長更加值得思考。德比斯嘅曼諾尼建議放喺呢個背景下面睇，就唔單止係針對張雪機車一家企業嘅提醒。佢講嘅其實係成個中國摩托車產業喺狂飆突進當中需要保持嘅一份清醒。呢份清醒來得太及時。中國摩托車產業正處喺一個極其特殊嘅歷史節點，國內市場由增量競爭轉向存量博弈，出口市場由低端走量轉向品牌溢價。張雪機車用2年時間行完咗傳統品牌10年先行得完嘅路，但路行得快唔代表行得穩。德比斯用一個冠軍車手嘅視角提醒咗呢個行業最容易被忽視嘅嘢，而佢自己都係用自己嘅方式慢慢理解中國。你知唔知德比斯喺成都寬窄巷子仲做咗一件事？佢入咗一間手機體驗店，拎起一部國產摺疊螢幕手機翻來覆去咁睇。隔籬嘅粉絲舉住手機拍佢，佢度頭對住鏡頭笑咗笑。嗰個畫面被擺上網，配文係世界冠軍睇中國手機。後嚟有人問佢覺得點，佢話好型，但我更想研究下佢個相機。揸電單車嗰陣可以影到靚相好重要。你睇佢已經喺度諗點樣將中國嘅嘢用入佢自己嘅生活入面。但德比斯對中國嘅理解遠唔止於一次手機體驗店嘅停留。佢喺4個城市嘅行程當中，每一次同中國車迷嘅接觸都喺度刷新佢過去對呢個國度嘅認知。喺南昌有車迷由貴州坐高鐵趕嚟，只係為咗遞上一個郵箱罩俾佢簽名。德比斯後嚟同身邊嘅人講，佢未見過咁急嘅粉絲，唔係急住影相，係急住要佢知道有人中意佢。喺上海 B 站掃樓嗰場直播入面，有個彈幕洗咗屏歡迎返屋企。德比斯睇唔明呢4個字，翻譯同佢講咗意思之後，佢沉默咗2-3秒。嗰個沉默唔係尷尬，係佢冇諗過有人會用翻屋企呢個詞去形容一個法國人嘅到訪去到成都。佢跑完2圈賽道落嚟，汗都未乾就俾幾十個車迷圍住。有個後生仔用啲甩甩漏漏嘅英文同佢講 You make us proud。德比斯嗰陣冇講乜嘢。後嚟喺訪問入面，佢主動提起呢件事，話嗰個後生仔用嘅唔係 China， 唔係 Jungle， 而係 us。佢話嗰一刻佢意識到自己唔再只係一個嚟比賽嘅外國人。呢啲細節疊埋一齊拼出嘅唔係一個關於冠軍嘅故事，而係一個關於融入嘅故事。德比斯由2026年1月簽約，張雪機車到8月踏足中國嘅土地，中間隔咗8個月。呢8個月入面，佢做嘅所有嘢喺賽道上面將中國車推上頒獎台，喺社交平台上面用中文語境覆粉絲，喺接受訪問時一次又一次提起張雪呢個名，都係為呢趟中國行做準備。佢唔係臨時起意，佢係準備咗好耐。佢講過一句說話令我印象好深：當你真正相信一件事嘅時候，做起身就唔會覺得攰。再講返張雪。你知唔知張雪喺德比斯贏到葡萄牙站冠軍之後做咗乜？佢冇出朋友圈，冇接受訪問，一個人坐喺重慶辦公室嘅梳化上面，望住個熒幕睇咗半個鐘重播。隔籬嘅工作人員話佢就咁坐喺度，一句說話都冇講，眼眶有少少紅。一個14歲輟學整車嘅山村少年，37歲重新創業，39歲令自己嘅賽車喺世界頂級賽事上面贏到冠軍。嗰半個鐘入面，佢諗緊乜冇人知，可能諗緊14歲踎喺維修鋪扭螺絲嘅自己，可能諗緊19歲冒雨追節目組嘅自己，可能諗緊嗰2萬蚊去重慶嘅日子。德比斯替佢講咗嗰句：中國品牌正快速製造好車，但培養車手需要更多時間。其實張雪用咗20年培養嘅唔止係車手，仲有佢自己。最後講一個細節：成都互動現場。
簽名合照環節拖咗接近10分鐘，人群都唔捨得散。德比斯一直熱情配合大家調整姿勢，俾手勢，冇任何冠軍架子。德比斯自己講過一句：我好努力令呢個活動對每個人都免費。一個 WSBK 6冠王喺賽季最緊張嘅時候飛過中國4個城市跑勻晒，全程免費開放，嚟者不拒。德比斯喺訪問入面仲講過一段話，我翻睇咗好幾次。佢話我係法國車手，但法國本土冇電單車賽車品牌，我必須要主動說服海外車隊簽我。但中國車手唔同，本土廠商都願意培養新人。佢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係望住鏡頭講嘅。由被雅馬哈掃地出門，到被張雪機車拉咗一把，再到半年6個冠軍，最後返到中國當面講一聲多謝。呢件事最打動我嘅唔係冠軍獎杯，而係一個喺低谷俾人相信之後，用佢做到嘅一切方式去回應嗰份信任。張雪機車嘅崛起係中國製造嘅縮影，德比斯嘅逆襲係一個職業車手嘅勵志故事。但呢兩個故事交織埋一齊嘅時候，佢變成咗另一件事，一個喺全世界都唔被睇好嘅人，喺一個從未踏足過嘅國度，重新揾到被需要嘅感覺。2026年8月，成都天府國際賽道，一個法國人揸住一部中國車，喺幾千個中國車迷面前翹起車頭，嗰個畫面被幾百部手機同時拍低，喺社交媒體上面洗咗版。好多年後回頭望，呢一日可能唔單止係一個冠軍車手嘅賽道首秀。佢可能係一個中國品牌真正走向世界嘅轉折點，都可能係一個世界頂級賽事首次進入中國嘅起點。德比斯話2年內 WSBK 中國站一定會實現。我唔知呢件事最終成唔成到，但我知一件事，一個喺賽道上面用成績證明咗自己嘅人，佢講嘅說話值得聽一聽。如果你喺職業生涯最低谷嗰陣有人拉咗你一把，你會點樣回報？慶聯區見。